慧琳喺丈夫劉建浩嘅陪同底下入院，並於7月10號早上剖腹生產，誕下6磅重嘅男嬰。Kelly 發表聲明，想感謝各界嘅關心。Kelly 陳慧琳喺7月9號晚上，由丈夫 Alex 劉建浩、經理人鍾珍同數名保安陪同底下前往醫院待產，並且喺10號早上剖腹產子，兒子大約重6磅。自從 Kelly 陳慧琳產子嘅消息傳出之後呢，現場就有近40名嘅記者喺醫院對出嘅停車場度守候啊！咁加上今日天氣比較炎熱啦，所以 Kelly 呢亦都非常之細心安排助手呢買一啲飲品俾在場守候嘅記者㗎。咁而呢仲代為向傳媒分享佢初為人母嘅喜悅添。Kelly 透過助手向傳媒表示，因為啱啱生完 BB， 需要多啲時間休息，唔可以接受傳媒訪問。不過仍然好多謝大家嘅關心。至於講到點解會選擇喺呢一日剖腹產子，全因為係醫生嘅建議。而由於仔仔嘅生日咁啱同張學友嘅生日係同一日，所以 Kelly 亦都透過助手向學友講聲生日快樂啊！好開心，好開心。有 Alex 一齊陪入產房。佢有冇拍 DV？ 佢話之前想拍 DV 㗎嘛？有拍到，係啦，有即刻影相同埋即刻拍 video。唔係 Kelly 就話終於見到踢佢咁耐個 BB 出到嚟啦，咁就覺得好感動啦！等下見到佢，咁同埋聽到佢把聲咧，就覺得好 sweet 同埋好冧。咁阿爹哋 Alex 咧就話，反而覺得聽到佢把聲咧就好 man 同埋好有磁性。咁就啱啱原來今日又係學友生日啦，咁所以都希望有機會可以好似學友咁有成就啦，同埋咁叻啦，跟住都順便同學友講多聲 Happy Birthday 啦。係咪餵人奶啊？咁樣？係啦，會嘗試嘅。即係未餵嘅而家。會嘗試。啱啱唔得個。生咗冇幾耐啫，真係。BB 似爹哋定似阿 Kelly 多？有時似爹哋，有時似媽咪，佢哋覺得係啦，真係嘅。邊個啊？都係有時望下又似阿媽咪，有時望下似阿爹哋咁咯。高唔高啊？個名會唔會測字有啲改？未知。好多謝晒大家，唔該晒大家先啊。其實 Kelly 由結婚到生仔，一直都得到大家嘅祝福。舊年6月18號，陳慧琳舉行演唱會期間，宣布同 Alex 結婚，令全場歌迷為之感動。我要結婚啦！我好想講好耐啊，忍住，好辛苦，終於講咗出嚟啦！之後佢哋喺10月2號結束16年愛情長跑，舉行婚禮。並且喺傳媒見證下5度親吻，大晒恩愛。今年2月中 ，Kelly 出席一個活動嘅時候，宣布懷孕3個月。我哋心情真係好興奮同埋好開心啊 ！Kelly， 恭喜晒你啊！係多謝，你得咗啦，多謝晒，恭喜晒！係啊，得咗。恭喜晒 Kelly 陳慧琳生咗個靚 BB 仔。其實自從舊年咧 Kelly 舉行婚禮啦，到有 BB， 再去到而家咧生埋 BB 啦，每一個階段都令到大家非常之羨慕噶。嗱，再者其實每次 Kelly 有喜事嘅時候咧，都令到社會充斥住喜氣洋洋嘅氣氛，真係好幸福啊！回顧 Kelly 一啲片段，相信大家都覺得佢係事業同家庭兩得意嘅現代女性。記得喺去年嘅6月8號 ，Kelly 陳慧琳舉行演唱會期間，宣布同 Alex 結婚，令全場歌迷為之感動。各位，我要結婚啦！如果我生埋仔，抱住兩個 B 咁，仲可唔可以着短褲出嚟唱花花宇宙同大日子呢？之後二人喺10月2號舉行婚禮，並且喺傳媒見證下5度親吻，大晒恩愛。到今年嘅7月10號，佢就喺丈夫 Alex 陪同下，喺港島半山嘅醫院進行剖腹產子，6磅重嘅男嬰出世，令大家都好戥佢高興，感受到佢嘅幸福啊！我黃貫中喺呢度祝福你，希望佢快高長大，大個好似有你咁靚女。有老公錫，又有屋企又好，咁事業又唔錯咁都幾好啊！係啊，幸福嘅女人係啊。咁嗰啲咪佢幸福咯，佢又哭氣咯。咁佢一路以嚟由拍拖到結婚到有 BB 都好幸福。好傳奇啊！係。咁每個女仔都會係想即係感情生活順利啊，咁有個幸福家庭啊，咁呢個都係大家一個目標嚟嘅，我諗。係一個目標，而佢就做到啦。係啊。我羨慕啊，係啊，你羨慕啊？好羨慕。係都羨慕嘅。佢做到歌手又嫁咗個咁好嘅老公，又生到個女，好美滿㗎啦。係好美滿嘅。蠻幸福啊。為什麼呢？有家庭有小孩很幸福。
經過精心研究之後咧，相信 Kelly 嘅仔仔咧係一個唱歌了得嘅人㗎。嗱，原因除咗係因為媽媽咧係一個唱歌好好聽嘅歌手之外咧，其實喺48年前嘅7月10號咧都誕生嗰位歌神嘅，就係張學友啦。嗱，我所講嘅嘢係咪真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啦。不過咧，相信咧 Kelly 揀喺呢一日剖腹產子咧，應該係經過精心計劃嘅。Kelly 第一胎 BB 選擇以剖腹方式生產，其實剖腹生產呢個方法喺圈中真係好常見。早前就有千億新抱徐子淇，先後喺07年同今年以剖腹方式誕下2名女兒。莫可欣喺08年同樣剖腹生咗個女。而喺台灣，小 S 徐熙娣都開刀生咗2個女女。究竟開刀生 BB 係時代趨勢定係有一定嘅好處嘅呢？咁但係咧，而家咧似乎咧嗰個咧好處就多啲喎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係尤其是你係計劃咗要剖腹嘅咧，咁即係所謂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 咧，咁醫生會好好地咧同你準備好啦，揀定晒一啲咧係你適合去啊幾時去做剖腹嘅時間啊，諸如此類啦，安排晒好嘅所有一切咧，至同你做，即係所以即係做晒準備功夫，好過你話咧臨急臨忙個肚痛啊，要生嗰陣啦，至咧俾佢自然分娩咧，即係似乎都係做多啲準備功夫咧，就係咧會好啲嘅。